有活力、有战略，真正咱中国国民党有满意的书记长，未来交民众党要沟通协调。咱知影讲，国民党分3支较少，民众党一点点10几趴，可是两个分加起来，就无法度去赢执政，专门咧抹黑抹红，定定讲我出卖台湾。恁爸上袂开，恁爸伫台湾活60几年，恁敢捌看我出卖台湾？有无？我敢会出卖台湾？在场大家拢要出卖台湾，因为台湾这块地是咱出身的所在。咱爱台湾，爱未来，咱的子孙有前途，为着咱的子孙的未来，咱希望政党竞争，可是卖定定讲白话，定定抹黑，对不对？咱和高技术的，我的偶像，我的最爱。对，我无你讲哦，我是讲今日我20几人进万条，伊来旅游咧拍片，新年火车站有一块，介绍我应该靠讲对。无讲对嘛？伫火车头一个豆菜面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夜黑风高的晚上，我暗时去食外省仔面，伊坐伫啊。好，我这个播介绍民族恐怖战面列理，小福利使用张哲伟。哦，来了。因为中央委员李宗诚招的。哦。一刀人较实际无爱，伊对于罗志祥吼，阮内底吼，讲这个我足伤心啦。阮国民党地球有一个叫做梅花联盟，大家参加梅花联盟，大家拢民进党敢查到立委，你看民进党无判的，阮国民党一半以上无查到立委，你看民进党有往输啊敢打压有无？别讲伤济了。我偶像要讲嘛吼，我伊讲咧，啊吼罗志祥，讲伊的力量，力量了，我有注意，来，有注意吼，我讲白，因为钱上业代志，你来参加里边，承担心不足的哦，这家也卖不了，我来担啦吼，还有哦，伊个批评，因为罗志祥他嘛要去歌咏啦，哦，咱互伊讲的了，几个问题要甲问，记者要甲采访，咱。先互高技术嚟讲，然后罗志祥讲，有时间大家都来食便当。